提到了客家传统古乐客家八音，大多都是婚丧喜庆的时候表演的，流传的大部分都是在老人家这一辈才会演奏，在地的年轻人接触的机会其实不多。为了要传承这项文化，高雄美浓国中开办了八音社，找来了4位专业的老师指导，让客家古乐不要失传。宁静的校园里，同学们正在吹奏客家八音。客家八音是客家的传统古乐，在美浓不少国小都开办八音社，但是到了国中，课业压力大，反而出现了学习断层。所以美浓国中设立了客家八音社，要传承客家古乐。客家八音指的是8种制作乐器的材料，而主要的乐器就是唢呐。传统习惯是由4位老师吹奏所有的乐器。美浓国中比照传统，请来了4位专业的老师教导学生吹奏客家八音。只是早期乐师大多是清苦的盲人，没有谱，是靠脑子记节奏。但是要教学生靠记忆绝对不够的，所以团长林作长把八音画成了音符。八音的那个简谱，应该是从我开始弄的啦。以前没有人学，他们学也没有东西可以学，但是我为了要学，所以我要学要教，所以一定要有这些东西。有了音符更好学习，只是说起了客家八音，很多学生之前并不了解，一听到唢呐声就局限了八音的表演用途。没有学的时候就觉得很像只有人家丧礼才会拉的歌曲，学了之后就发现它是客家的一个文化。美浓国中开始推广后，扭转了学生的既定印象。到了新学期的开始，八音社还有新任务，就是要让新进的教师也认识客家八音。其实里面的八音是指这些乐器是由8种材质所做成的，像是椰子壳、皮革或是竹子之类的。换上服装就像是正式表演一样，让学校新成员更进一步了解客家传统古乐。曾经被年轻人误解的客家八音，在学校的推广下越来越流行，也是学习音乐才艺、传承客家文化。乐器上8种材质的变换，展演百千万种音律。当脑海中的客家之美在乐谱上首次跳跃，美浓国中的空气共鸣着属于八音的感动时刻。